好感恩大家嚟到我哋新嘅一季嘅主日學啦！我再次好多謝上一季嘅主日學嗰五個先生，Nicky、有 Kevin、Patrick、Aaron 嗰五位先生，Terry 同埋好多9個家庭佢哋嘅分享。我有啲 video 仲未睇晒，但係我會睇晒。今次新嘅一季主日學咧。新嘅主日學咧係哈巴谷書同埋馬拉基書兩本書加埋總共有幾多章？大家知唔知啊？係咪3+4啊？嚇？可能其實好短，所以今次我哋係用比較長嘅時間去讀呢兩本好短嘅先知書。平時主日學都會講得比較少嘅，同埋亦都係我哋有個讀經群啦，好感恩好多有10幾個弟兄姊妹喺當中，願意一邊讀經一邊跟上呢個進度。我哋開始之前咧，我哋一齊嚟讀一次哈巴谷書3章17到19節。就喺 PowerPoint 呢度，其實我揀咗啲嘅，就讀 PowerPoint 呢個經文。我哋其實希望1個半月之後，我哋可以背到呢段經文嚇，一齊。雖然花果樹不發黃，葡萄樹不結果，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巴谷書3章17到19節。咁我有睇兩本書，其實第一本書都睇咗第一個神學家寫嘅，就係哈巴谷書終極注釋，都係英文。第二本書係哈巴谷書神對人生最艱難問題的回答，係從輔導角度去睇。不過佢基本上每句經文佢都有啲輔導嘅應用。呢兩本書好豐富，但係其實好短啊，對我好有幫助。咁而家想問一問大家嚇，你喺難處嘅時候，是否懷疑神愛你呢？又或者你身邊有朋友遇到生活嘅困難啊、困惑，你有冇講過以下嘅説話？效果好唔？效果點啊？唔好擔心啦，哎呀，你太容易擔心啊、憂慮啦。你要對神有信心啊，你要堅強啲啊。有冇人講過啲類？聽過啦，有冇聽過？有冇同你講過咁嘅説話？效果好唔好？當你遇到困難同埋困惑嘅時候，有冇幫？有信心，我都想。佢哋都會講嘅，係我都經常會講，係咪？你要對神有信心。OK，仲有咩啊？我相信都應該有在座，應該有弟兄姊妹都懷疑過時候，到底神如果愛我，點解會俾咁嘅安排我咧？或者點解我哋身邊都係有好愛主嘅弟兄姊妹，或者基督徒喺度受苦咧？係咪？或者一個苦接續另一個苦咧？係咪都會有？我哋點去通過今次學習，我希望我哋一齊去更加多嘅知道點樣喺聖經當中得到真理，得到智慧，與人同行。咁哈巴谷書嘅信心歷程咧，今日咧就係第一課啦。佢只係講11節經文。我陣間會用係你哋嘅，你有5頁嘅 handout。咁咧，第一頁咧其實就係講我第一部分咧就係結構同埋主題。第二部分咧我就係講係經文解釋，每一節都講下。咁第三部分咧係講聖經原則同埋實踐同埋操練嘅。操練包括我哋會諗翻頭先我講嘅問題，你要對神有信心啦，你要堅強啲啦。我哋學完之後，再重新回顧呢個問題，睇下有冇啲新嘅睇法，好冇？咁第一部分結構啦，呢個分段咧，我係根據頭先第二本書佢嘅分段去分嘅。其實我就分咗集數啦，但係睇劇集啦，第一集、第二集啦。第一集咧就係話神啊，喺我最需要你嘅時候，你喺邊度咧？即係一個先知嘅呼求。陣間我哋遲啲會講，如果你喺讀經群，你已經開始咗讀經啦，因為知道啲歷史背景咯。咁第二集咧，點解啲衰嘢會發生喺好人身上？第三集咧係點解啲好嘢會發生喺衰人身上？第四集我可唔可以安然度過呢次試煉咧？是否可以咧？第五係回顧同埋深化應用。我哋有6次嘅，有一次其實係禱告會，4月份嘅禱告會，我哋可以嘗試用我哋通過哈巴谷書學到嘅嘢，去嘗試更新我哋嘅禱告，更進心，即係未必話要喺禱告會時先去操練新嘅嘢。我哋學完之後可以喺我哋嘅私禱當中，我哋都可以更加同神親近。
咁第一幅圖畫咧係 AI 整嘅，要俾 AI credit 啦。第二幅圖畫咧網上揾，我中意第二幅圖畫係因為好似背景係其實好慘敗、好灰暗，但係當我哋有新嘅眼光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嘅會係盼望。我諗翻起佢最近一位姊妹，可能你哋佢都有講佢哋有提到，佢有提到佢今日喺當中喺如虎期靈修，佢有講到最終要更新嘅係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觀念，我哋點樣去通過讀聖經去更新我哋嘅思想。雖然環境冇改變，但係我哋見到嘅唔係失望，而係盼望。咁開始嚇，咁大家可以，如果你有筆都可以寫低喺你嘅 notes 嗰度噶啦。呢度仲有多出嚟嘅 notes，都有係咪？先知可以寫低下，哈巴谷書係先知同上帝的對話。一般嚟講，先知書都係先知同以色列民嘅對話，係咪？今次好特別，係先知同上帝嘅對話。咁咧，佢嘅名喺聖經，哈巴谷嘅名喺聖經當中睇幾多次咧？寫低係2次嘅。咁所以佢係先知，佢唔係直接同百姓講話，佢係向上帝提問、對話同埋申訴。有啲解經書或者有啲文章會寫 complain 抱怨，我覺得抱怨咧有少少負面。我自己個人覺得申訴比較中性啲，去 plead to God。佢唔係 complain 有時候好多時候用嘅時候，我哋好多負面係抱怨啊，抱怨得到時候都帶住論斷，帶住嗰個你點解會咁，係可以以自我為中心。但係我覺得佢係更加多係申訴，係 plead。咁佢代表嘅係敬虔同埋同時係困惑人的聲音，喺你嘅筆記裏邊都有嚇。對象咯喎，係猶大國，當時已經係北國已經被摧滅咗噶啦，已經被毀滅咗噶啦，係亞述人公元前722年啦。咁佢發生喺約西亞，如果你喺讀經群，你知道約西亞王係一個好好嘅王啦。佢8歲登基啦，20歲、26歲做咗好多嘢，廢掉邱壇，有屬靈嘅復興。咁佢死咗之後咧，巴比倫就係經文講嘅加勒底人興起。佢係喺耶路撒冷被毀之前，係喺一個屬靈嘅高峰，到猶大國跌入屬靈嘅最低谷嘅下坡路上。但係佢活着嘅時候，佢冇見到最深嘅深淵，就係第三次被擄。所以當時猶大國係衰敗啊，屬靈上各方面各方面，同埋埃及同埋巴比倫爭奪霸權，巴比倫迅速興起啦，成為審判猶大嘅一個工具。咁亦都有人覺得咧，呢個係一個約縮版嘅約伯記。佢係喺最黑暗、最深嘅黑暗當中呼求神，尋求人生最難嘅問題嘅答案。咁大事件啦，約西亞王改革喺一個屬靈嘅高峰之後，佢39歲嗰時陣亡咗啦，一次打仗當中。咁以後就經歷咗上一次接翻郭牧師所講嘅，就係但以理書嗰時候咧，其實但以理係第一批嗰啲精英分子就被擄到去巴比倫。咁第二批好多嘅猶太人被擄，第三批就係好慘嘅，就西底家王，佢喺佢嘅面前，佢啲仔牙殺晒，同埋佢隻眼係挖出嚟嘅。咁係紅框咧就係呢個時期應該係哈巴谷呢個先知活着嘅呢個時期，係由成屬靈高峰到國家毀滅前呢一段最黑暗至暗時期。巴比倫王就係尼布甲尼撒王啦。呢個我就唔會講好多，因為好多嘅經文，讀經群有講咧，即係3次被擄，其實係一次比一次慘啊！我就跳過啦。而家嚟到你哋咁下一頁咧，就係講到我呢度提到咧，哈巴谷書就喺約西亞王陣亡到第一次被擄之間，好可能係呢個時期寫嘅。所以佢見到其實未係最差嘅仲未來到，大家可以記住呢個。咁講完第一頁啦，你哋嘅 handout 第一頁啦，第二頁咧就開始講經文。我哋用一啲嘅時間去講呢11節嘅經文。11節經文講之前咧，我哋可能
從我最遠嘅地方開始啦，每個人讀一句，從 Michael 開始，又到伊華，咁又到Cassandra 到阿 Ping，你哋一個人讀一句經文好唔好？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着奸惡人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因此律法當中公理也不顯，惡人違反律法，所以公理顯明結果。耶和華說：你們在暗列國中觀看，大大驚奇，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我必興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人，同瘋狂遍地，叫佢也不屬自己的主權。他威好，他威武可畏，可畏，官員同勢力都任發出。他的馬比炮更快，比晚上的炮更猛。兵馬與更添，都從遠方而來。他們飛跑如鷹展翅，都為行道而來，定住面向前，將擄掠的人聚集，多如塵沙。他們記仇記仇，君王笑話首領，嘲笑一切保障，逐來攻取。他以自己的勢力為神。他以自己的勢力為神，像光猛然掃過，顯為有罪。好多謝哈。好，我哋首一節經文，我喺筆記當中分咗3部分，其實嚇，第一部分係佢嘅申訴，第二部分咧係耶和華神嘅回應嚇。咁我哋下一頁，哈巴谷呢個名就叫，其實英文譯翻過嚟叫做 Strong Embrace， 就係既嚟形容上帝以佢溫柔扶持嘅愛嚟環抱人嘅靈魂，亦都描述人咧可以緊緊捉住神。所以可以寫低喺個 notes 嗰度，其實係強有力嘅擁抱。有諗起哈巴谷書就諗到個圖畫，就係佢喺困難當中，佢有一棵大樹，一個圖畫，一棵大樹，同埋咧佢係風雨之間飄搖嘅時候，一棵樹，個人咧係緊緊攬住嗰棵樹，佢覺得自己就要跌，係個擁抱下，所以佢被稱為擁抱者。一個猶太學，即係猶太嘅學者，佢講下，或是因為他對主的愛，或是因他投身於爭戰與角力當中，或者係與神摔交 wrestle。神啊，你俾答案我。神啊，點解會係咁？我哋有問題嘅時候，第一步係先係回到神，係攬住神。先知通常唔係講自己係先知嘅，但係佢喺文章中經文當中被提為先知係2次嚇。第一節經文，我哋喺呢度會快少少嘅。佢講係默示，默示就係重擔，係 burden。所以咧，其實佢係神俾佢嘅默示，佢一定要將神嘅話語好似喺佢心中燃燒，佢一定要講出嚟。所以係當中嘅信息係好有分量嘅，佢係神嘅 oracle， 係神嘅默示。咁佢第二句經文即刻講到，佢話耶和華，我呼求你，你不應允到幾時咧？耶和華啊，嗰個原文係希伯來文嘅 YHWH， 話希，當時係冇原音，原文寫嘅時候，咁後邊就加咗原音，加埋 Adonai 就變成耶和華。個意思咧就叫做四字聖名，就係自有永有嘅意思 ，self-sufficient self-exist 係自有永有嘅意思。當我哋稱耶和華為神嘅時候，其實係承認緊神嘅屬性，佢掌管一切，願意同我同行，佢係自有永有。喺我失敗，我人可以失敗，人可以軟弱，但係神不變，佢係守約施慈愛嘅主。我係人同埋我自己常常令我失望。所以我哋稱耶和華，我哋唔，大家都知啦，猶大人佢哋係一提到抄經文，一提到係 Adonai，佢哋即刻企起身。所以當我哋話稱我哋神嘅時候，我就係
會提醒我到底呢個神對我係邊個。好多年前我聽過黃子君牧師佢禱告，佢話在天上我哋滿有恩慈憐憫嘅神或者天父，類似咁嘅話語。後邊我就開始，我每次禱告都係基本上以呢一句説話開始。我喺天上滿有恩典憐憫嘅父，滿有恩慈嘅父，直接去將神嘅屬性擺喺我哋開始禱告嘅時候。呢個就係哈巴谷先知佢所講嘅，耶和華神啊，你係自有永有嘅，你係嗰個守約施慈愛嘅神。然後先至講，你點解你唔聽我哋嘅禱告？你點解你冇回應？咁要到幾時咧？佢話你點解睇見我哋嘅罪孽？你點解睇見奸惡而不理咧？呢句紫色嘅經文咧，擺喺度咧，係我哋讀經群一個弟兄分享，我直接將佢 copy 喺度啦。哈巴谷困惑，為什麼世上那麼多強暴同埋不公義？但神也允許呢啲事情發生。佢直接向神哀求，佢好想知道答案。當時嘅猶大人咧，佢哋係道德敗壞啦，暴力橫行嘅，屬靈上面亦都唔服從，所以先至有之前嘅約西亞王咁多嘅破除咁多嘅偶像。佢走咗之後，我相信又重新嘅敗壞咯。咁摩西律法對呢啲人嘅內心，以致佢哋有神最好嘅律法，但係佢沒有活出神俾佢哋嘅樣式。公義無法施行，就蝦蝦霸霸，富人仲要蝦窮人，所以佢哋好多窮人亦都係生活艱苦，因為有惡人。一講緊都係猶大人，都係猶大國嘅人。所以先知喺上帝面前所陳述嘅咧，係猶大人自己嘅罪啦。佢同受逼迫嘅人一齊受苦，所以佢對同胞有好深嘅憐憫同愛，好似佢自己受苦一樣。當人哋有，所以受苦嗰個唔係佢一個，可能佢唔係最受苦嗰個，但係佢代佢哋向同神一齊申訴。所以我哋與人同行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嗰個同別人一齊鼓勵對方，一齊來到神面前，向神去傾心吐意咧。所以哈巴谷有兩種好真實嘅掙扎。呢句話，神啊，我愛你，或者係你愛我。But 係我哋前一兩個禮拜，我哋機構有啲開會，我睇翻佢哋嘅錄像啊嘛，即係詩篇22篇有一句，即係話好多詩篇嘅作者，包括22篇都係咁。我好多處境我好困難，but Selah 即係轉折。好多時候我哋知道神，我哋認識神，但係我哋處境好困難。所以佢有兩種嘅困難，佢覺得人好受苦，神嘅慈愛點解人受苦咧？神嘅公義，但係點解同時有人對人嘅唔公平咧？所以佢嘅掙扎好真實。佢咁坦誠嘅將佢見到嘅不公平，佢覺得有義怒嘅嘢擺到神嘅面前。我聽下約翰加爾文好出名嘅神學家，佢點講嚇？佢話之前係嗰句説話，我就刪咗佢，個太長。佢話之前有人反對。先知咁嘅情緒表達係咪過於激動？我哋係咪乜嘢都要同神表達咧？佢話到點解我哋要禱告？不正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能夠把自己嘅憂慮、悲傷同埋焦慮傾倒喺神的懷抱當中嗎？神係希望我哋將我哋所有嘅情緒傾倒喺神嘅懷抱當中。同埋佢話，當我哋中間有度，佢話當只有順服嘅繮繩，將我哋始終保持喺應有嘅界線。佢傾訴，但係佢係咪佢有良善，同埋呢度有寫佢良善同埋真實。我對神嘅傾訴當中，同時呢個先知有佢嘅良善真實，亦都有佢嘅順服同埋克制。佢唔係即係有啲人可能就會罵，即係鬧神或者去論斷神，但係佢係同神申訴。呢個我覺得係我覺得係神喜悅嘅。哈巴谷可以喺神面前咁坦誠嘅去將自己嘅痛苦掙扎帶到神嘅面前。好，我就轉到去第5到第11節，呢個咧就係神嘅回答。神嘅回答 shocking， 哇！神講咩啊？神話你們要向列國觀看大大驚奇，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神嘅回應係：你哋當中好多嘅罪，好多嘅受苦，但係啲罪要除去嘅時候，個方式係要懲罰嗰啲犯罪之人。咩事啊？到底發生緊咩事啊？
神係話我要行一件事，佢行緊呢件事係哈巴谷同埋所有猶大人一啲都冇諗，可能當時冇諗到，就係佢要興起一個巴比倫喺哈巴谷嗰一代人都施行對猶大人嘅審判。呢件事雖然震撼，同埋震撼性唔係令人唔符合人嘅期待，但係如果即使神話我即使事先同你講，你都唔會明。神有冇事先講咗？神有事先講咗。所以神嘅回應呢個係一個神學家佢想講嘅，佢嘅意思就係話：哈巴谷，你見唔見到我嘅作為啊？哈巴谷，你擘開你隻眼，你超越你少少嘅又大嘅罪孽，你向出邊睇，你觀察我喺列國當中主權嘅掌控。我好似望上去耳聾眼盲，但係我全能嘅神仍然在我所造的世界當中工作。我的孩子，我不僅僅在創造時啟動了世界，使它運轉。我不只是在歷史的重要時刻介入，即使在這些動盪不安的日子裏，我也在工作。但係你哋總是不信。我哋繼續落去啊！我必興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佢哋知道係邊個？係亞蘭部族，今日嘅伊拉克。咁佢哋推翻咗，頭先講咗佢推翻咗亞述帝國，佢個城市係叫巴比倫，所以佢就叫巴比倫人咯。咁佢哋曾經揀選佢哋嘅上帝，而家佢揀選咗佢從未揀選過嘅人嚟管治懲罰佢哋。呢個係個 bad news，呢個唔係一個好消息，係咪？所以喺信仰頭先你讀到咧，喺信仰嘅層面，佢哋係代表上帝使用嘅工具，佢哋自以為神，佢哋頭先11節。邊有讀到？他們以自己的勢力為神，佢哋係以自己為神，佢哋唔認識神。咁跟住落嚟呢幾節經文咧，我喺筆記都有講到佢哋有幾強暴啦。佢哋嘅騎兵好犀利，佢哋係速度好快嘅。啲敵方咧嘅步兵一下子就四處散跑嗬，同埋咧佢哋咧係通過扣押人質啦。扣押人質喎，扣押人質呢件事好似而家就近代歷史都經常會發生，係咪？會使戰敗嘅民族臣服啦，同埋佢哋會將最聰明嘅人帶翻去自己國家嗰度，譬如話但以理啦，咁佢哋會成隊壓走佢哋，好似海邊嘅沙土。而家我解釋翻呢幾節經文，同埋呢對佢哋嚟講，外邦君王好似個囚犯，即係另外一個囚犯，佢哋可以架起啲可移動嘅嗰啲碉堡。咁佢哋當時攻打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哋係用咗18個月圍困耶路撒冷，最後尾第3次被擄，係冇人出冇人入冇食物，咁佢哋真係好似然而他們像風一樣橫掃而過，向往直前。呢個就係今次11節經文，神以一個令人想唔到嘅回應咗哈巴谷嘅喺佢面前嘅申訴。呢11節經文。哈巴谷佢處境咁困難，佢為罪惡憂傷，對神遲遲不行動。call 話佢覺得冇行動，感到困惑，但係佢繼續依然向神禱告。神啊，我愛你。But 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問神啊，我知道你愛我，我知道耶穌基督為我而活，但係我已經實在好困難。但係點解我身邊嘅人仲喺度受苦？點解？大家有冇咁樣問過咧？其實呢個有個好核心嘅神學問題，其實所有嘅問題都指向神。點解咧？因為神學就係關於神嘅學問，關於神嘅 anything about God 就係神學。當我哋問嘅時候，其實我哋到底係呢個挑戰緊我哋嘅神學框架。點解好人冇好報啫？點解神佢話佢係慈愛公義，但我見唔到嘅？所以第一，神你在不義當中，你仲掌權嗎？好似冇掌權喎。你點解用更加衰嘅人嚟懲罰我哋？呢個係核心嘅神學問題，呢個挑戰緊哈巴谷先知嘅神學思想。咁如何面對呢啲困惑？如何同困惑嘅人同行呢？我打錯咗，係同心，係應該係同行，唔係同心。我琴晚整錯。哈巴谷佢嘅信心歷程、困惑、對話。咁呢1、2課係今次課係講困惑同埋對話。將來我哋會講紀念同埋信靠。從困惑同神直接去求問神，然後紀念同埋信靠。喺你哋嘅 notes 嘅第4頁啦，
關於呢兩個核心嘅神學問題，我哋嘗試根據已經學過嘅經文，我哋嘗試做一啲嘅解釋嚇。大家亦都可以補充，陣間我會想留多啲時間等大家去分享去補充嘅。第一個我哋見到罪嘅後果，我哋係更加深嘅認識罪，同埋當時哈巴谷嘅沉重嘅心情。我讀一讀頭先我話第一本書，我就睇咗呢個神學家寫嘅，佢係一個 Albert Barnes，佢係18、19世紀嘅美國長老會嘅牧師，同埋好出名嘅解經家啦。佢話讀到呢度咧，其實我哋一定要知道罪。佢話咧，罪咧會生出罪，錯誤咧會引發錯誤，罪好似一種傳染病咁樣蔓延，凡是他所接觸到的都被加添了他的要素，最終呢啲罪亦都會蔓延到本嚟應該代替上帝約束罪惡的人的身上。我譯嗰時候只係加多咗嘅的人，基督徒都會犯罪。罪咧好似一種係陣間我會講係浸淫式嘅滲透式我哋生命。我常常覺得哎呀 Sherry， 雖然你呢個諗法唔合神心意，你呢個諗法係計較，你呢個諗法好自私。我覺得點解？即係我覺得罪喺我生命當中係好牢固、好牢固嘅。基督徒係，非基督徒更加係嚇。最係可悲的是行惡者所傷害嘅嚇。呢件我覺得係我好感恩嚇。卡克係佢自己最珍貴嘅永恆嘅靈魂，先知喺斥責不虔不義的時候，仍然對行惡者懷有更加深嘅悲憫，因為他們的損失是永恆的。我覺得先知見到人嘅罪嘅時候，佢唔係，佢有可能有義怒，但係佢唔係出於人嘅自私嘅怒，但係佢有一種憐憫嘅心腸。上次我哋上季我覺得好好嘅主日學，有時見到小朋友做錯嘢，如果我只有一種超過於不加約束嘅怒，嗰種怒唔係合神心意嘅義怒，嗰種怒亦都冇憐憫嘅心腸。嗰種怒亦都係唔記得咗。有堂課即係有老師講到，你有冇諗翻起你17、8歲嗰時候你自己咩樣啊？點解我哋用40、50歲嘅人嘅呢個係我家嘅？點解我用而家去？你應該咁諗啦，但係我嗰時都冇佢咁諗喎。我哋有冇見到惡、見到唔好嘅時候，我哋有冇種心嘅憐憫？因為佢做錯嘢，傷害最深嘅唔係我哋，係佢同神嘅關係。係佢自己最珍貴嘅靈魂，我哋應該都為作惡者可能為有個憐憫嘅心腸，而唔係只係嬲啊。嗰種嬲嘅本身可能有我自己因素喺當中。神嘅回應嚇，神就直接回應嚇，處去罪嘅方式，神嘅方式就係藉着對佢哋嘅刑罰，罪係有刑罰嘅 ，sin and punishment 係有刑罰嘅。咁呢個唔好意思，太細啊！你哋嘅筆記裏邊有嘅，有好多嘅經文，我就唔一一讀出啦。喺申命記、何西亞書、以賽亞書、耶利米、加拉太書、加拉太都係新約啦，都有講到神要懲罰以色列民。我將佢哋嘅日子有啲寫咗喺度。申命記係應該係公元前1000幾年之前寫啦。咁何西亞書寫咗喺北國，我都有寫北國嘅公元前8世紀，係比當時係公元前7世紀嘛，係之前已經寫咗嘅。我將時間次序都擺喺度。以賽亞書又係亦都係話神用亞述王為工具。我讀以賽亞書第10章5到6節，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着我惱恨的杖，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神所愛的，他必管教。同埋喺你哋之前已經講咗，你們總是不信，心硬到幾時呢？係咪？耶利米書係類似嗰個時間，但係喺之後，應該喺哈巴谷之後，我要招北方的眾族，並我的僕人巴比倫王成為咗神手中嘅工具。尼布甲尼撒來攻擊此地，神有講過，你背逆係有後果嘅，係咪？咁加拉太書係一個好好嘅總結啦。你們不要自欺，神係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對我自己嘅反省係，我哋有冇對神有敬畏之心咧？係咪覺得神嘅我 take for granted 神嘅，覺得神咁忍耐慈愛，我有咁多錯誤嘅諗法，神你都冇懲罰我，好似神得啦，咁 OK 啦。我係咪有咁嘅諗法咧？
所以有神同人之間係以色列人係有盟約，人罪嘅佢哋犯罪，神有審判，其實係真係實現咗。神亦都最終審判巴比倫喎，唔係話佢哋OK，我用巴比倫去懲罰以色列人，咁佢哋 OK，唔係神會最終審判佢。今朝仲同 Aaron 討論過呢個問題，大家知道巴比倫係被邊個國家滅亡？波斯。上次講啦，國務司用波斯馬代，波斯係今日嘅邊個國家所在地方？伊朗嚇。波斯有1000年嘅文化，今日嘅伊朗人都基本上都會覺得，好多人都覺得自己係Persian 啊，即係波斯嘅，即係嗰啲文化嘅認同，佢哋嘅認同感係屬於波斯。波斯亦都係波斯嗰個時候，其實後面有幾個皇帝，居留士係同埋有大流士同埋亞達薛西王，佢哋都係即係後邊係以斯帖嘅時代，佢哋係對佢哋波斯皇帝嘅時候，佢哋係對宗教好比較寬容，所以就俾猶太人翻去回歸係啦，重建聖殿、重修城牆，係波斯王國嚇，亦都係後邊波斯王國呢個地方就今日嘅伊朗，公元7世紀嘅時候被穆斯林所佔據，後邊成立咗而家呢個神權政治啊，47年之前。好，我哋唔好講歷史啊。係到，所以神嘅回應嚇，頭先我哋有讀到呢段即係你有冇見到我個作為？神有回應，我有作為，但個作為唔係你諗嘅咁樣，但唔等於我冇作為。我有講俾你知，你哋判危係有後果，人係犯罪，係咪？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解經家，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嚇。呢個 title 嗰句説話係我加嘅。你有冇看見上帝喺當中，同埋喺你生命當中嘅慈愛同埋憐憫咧？佢話到嚇，呢個唔係我譯嘅，但先知思想那被迫害、受迫之人嘅處境，佢哋忍受着那慣於作惡之人難以容忍的傲慢同埋侮辱。即係我好辛苦啊！呢人哈哈霸霸好嬲啊！佢極其巧妙地見證了上帝那難以言喻的慈愛。What？ 點解啊？因為他把上帝描述為一位極為忍耐的一位，雖然他素來憎恨邪惡，但他並沒有立刻向作惡者施行審判。他清楚指出上帝嘅沉默與忍耐是如此嘅深長，他寧願萬人得救，不願意一人沉淪。新約都有講，以至於需要強烈嘅呼求，因為有人對他施行難以忍受的貪婪，對軟弱者表現出毫無約束嘅傲慢，正是先知對於上帝容忍邪惡嘅抱怨，反而見證了上帝那無可測度嘅慈愛。神係亦都係咁樣對我哋，我哋就明啦。其實我哋今日係咪配喺神嘅面前咧？靠我哋自己，我哋冇一個人可以靠自己嘅行為得救。我哋同嗰啲好似好衰嘅人，本質上其實係咪唔同啊？仲係其實上係相同。我哋都係，我只不過可能冇呢件事發生，可能冇表露出嚟。其實喺當中，神忍耐佢哋。今日神即係對我嘅感受就係神亦都忍讓我自己，忍耐我哋。所以我哋對罪有敏感，但係對罪人同時有憐憫嘅心，但係唔等於我哋對罪唔敏感。所以當中呢個我就歸納下，呢度冇講到耶穌基督，所以我將耶穌呢一個 part 就變成咗灰色。所以呢，到底當中嘅神學思想係咩咧？到底神係邊個？呢個最主要係咪？同埋到底罪係乜嘢？罪嘅影響，罪嘅影響唔係影響基督徒，影響基督徒嘅教會家庭有影響。神嘅屬性係咩？我嘅一個小 supervisor 佢講，但我非常之同意。佢話其實喺困境當中，譬如我哋去陪伴或者係在座你哋好多經驗啦，我哋去陪伴或者係鼓勵或者係自己經歷困難嗰時候，行出嚟，信心更加強嘅，佢哋有一個特徵，個特徵係咩啊？佢有一個特點，佢哋對上帝有好清楚嘅認識，上帝係邊個？上帝嘅主權、上帝嘅審判、上帝嘅慈愛同埋忍耐，佢係好似哈巴谷緊緊捉住呢一棵樹。我唔明係另外一回事，但我知道你愛我，即使我唔明。啲小朋友話：阿媽，我要食多啲糖，唔俾食嗰啲糖對牙唔好，我對牙唔好。我唔明喎，咩牙齒唔好，咩生蛀蟲 ，I don't understand。不過我阿媽愛我，我信住佢先啦。
係咪？OK，阿媽，我知阿媽愛我，咁 OK 啦，咁我就唔食啦，咁我聽講啦，係咪？所以嗰個愛、嗰個信任、嗰個 trust 喺度嘅時候，我發生喺我身上嘅嘢，我唔明白，唔係最重要。所以我哋未經歷患難嘅，未經歷患難，未經歷更加多患難嘅時候，我哋都要真係要幫助人哋，幫助自己去認識呢個神。當然啦，耶穌講過，要認識天父嘅，只有通過我認識主耶穌，係咪？如果所以對神有準確嘅認識嘅人，比較容易，我哋即係經好有限嘅經驗，喺困難當中可以知道，可以行過。所以神嘅屬性係要作住嘅，因為哈巴谷冇動搖到嘅係佢對神嘅屬性嘅認識，佢對神嘅認識。我唔明，但係我依然愛你，我都係唔明嚇，同埋對罪嘅影響。所以我哋通常有兩個進路嘅。如果面對困惑，一個咧就係可能係逃避啦、埋怨啦、遠離啦，貶低神嘅慈愛啦，神唔愛我嘅，咁樣發生。阿媽唔愛我嘅，都唔俾我去迪士尼，唔俾我躺我食，唔俾我去玩，要我讀書，你唔愛我，我去論斷阿媽唔愛我，又或者係貶低神嘅主權啦，你話點解咁樣發生啊？根本唔 make sense，你欠我個解釋。呢個紫色嘅咧係一個弟兄寫嘅，一個靈修佢寫嘅，佢今日都喺度，我讀一讀下。當前方的道路不明朗時，我是否願意信靠神一步一步的引導，還是急着要求他給我完整的答案？我是否願意在等待中順服，而不是焦躁的自行前行？我願唔願意去信靠神？就話我要一個答案，我要我覺得 make sense 合理嘅答案。你俾唔到我，我就唔愛你，或者你有問題。呢個係咪一種態度咧？又或者另一個態度就係即係同神對話，我哋選擇嘅係去同神去 wrestle，去摔跤，同神講嚇。咁呢個係上個禮拜過去一個禮拜讀經群，我哋有個讀經群一個肢體佢嘅分享嚇。我讀到，我感謝主佢咁樣寫嚇。即使環境看起身艱難又灰暗，神仍然在工作，成就我們有限的心思無法測透的事情。我哋嘅心思無法測透的事情，神是全能的。我哋講緊嘅係神嘅屬性。佢係邊個？佢高坐在寶座上，同時又滿有恩典憐憫，並且與我們親近。正如詩篇144篇3章所說的：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何等奇妙！我們全能的神竟然允許並歡迎我們，將心中的困惑和疑問帶到他面前。有疑惑唔影響我哋對神嘅認識，緊緊捉住神係邊個？呢個係最關鍵。所以我哋有啲功課俾一啲被輔導對象，就係好多功課認識神嘅屬性。我哋有成80-90個唔同嘅 attribute， 神嘅嗰個屬性 attribute。咁有唔同嘅經文，等我哋去一齊學習。所以操練當中我哋要鼓勵向自己啦，我哋向神傾心吐意啦，直接去求問神，紀念神嘅名字同埋屬性，係嘛？咁 OK， 翻到大家轉翻張台啦，咁陣間你哋就按照自己張台可以夾埋啦，張台咁去分享啦。你遇到困惑同埋其他情況嘅時候，你是否有向神傾心吐意嘅經驗咧？你有冇好似哈巴谷好似佢個名擁抱上帝咧？自然分享第一條題目。第二條題目咧，頭先咪翻轉頭嘅。如果你身邊有人，我唔明點解神咁對我啊？你要對神有信心啦，係咪即刻咁樣講咧？或者睇完今日嘅功課之後，你會有咩調整咧？有啲時候係 OK 嘅，即係我呢啲都唔係絕對嚇，都係睇嗰個情況。但係我哋哈巴谷書啟發你如何去陪伴一個有困惑嘅人咧？的確可以諗一諗。咁陣間俾時間大家討論嘅第三條問題就係最後面，你花少少時間，呢個你就唔需要討論嘅，你就攞翻佢自己寫，花少少時間咧，為你目前正面對嘅一共掙扎寫下一段説話俾神啦。你可以寫你可以呢個字揀神嘅屬性，你可以咁你係點樣稱呼神咧？或者你後面加啲咩去形容神咧？你嘅掙扎係咩咧？同埋你想講啲咩嘢咧？咁咧我就俾大家15分鐘時間討論前面嗰兩條問題。第三條問題咧係自己翻去寫嘅。咁討論完之後，我想最後面5分鐘再大家一齊嚟傾下，大家傾咗啲有冇咩心得，好唔好？好嘛？OK，咁就
10點25分到準時翻嚟。而家就係大家嘅，譬如慧兒去嗰組啊，或者你哋要有時房可以夾埋一齊，大家大家去分享第一同埋第二條問題。我好想聽下呢兩條問題，我都好想聽下大家嘅答案，向你哋學習，好唔好 ？OK。都唔需要停咗錄得。係暫停落。暫時停。係陣間再 resume 翻。你問嚇？關於你哋嘅內容。有咩問題啊？好。頭先你講嗰個入境咗段標係燒療，知唔知呢個人嘅背景咧？呢個人嘅背景，佢係一個著名嘅係即係好多年前嘅。好多年前，都係好多年前嘅。因為我記起以前教會歷史嘅時候，有講過呢個人。菲利流可能係教父嚟。係一個大概係改革之前嘅教父。係佢係將福音傳俾俄羅斯斯拉夫族嘅。有可能係佢，不過因為 OK，我最得嗰出下。好。有啲補充就係實際上你第一頁講嗰個即係同神對話，神嘅愛喺邊度，就令我想起馬拉基書第一個問題。係咩？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在何時上睇見神嘅愛。Yeah，所以係，但係咧就個背景係好唔同。馬拉基書咧係一個政治較為安定嘅時代。但係呢個係受到敵國有一個危機嘅時代。係。所以咧就神都係咪一個問題？對於我哋喺困難裏面，我哋有冇睇到神嘅愛？對於喺呢個生活安定裏面，有冇睇到神嘅愛？兩本書係有前後呼應。好，做咗我哋4月中開始嘅馬拉基書嘅好好嘅預告，好多謝阿慧兒嚇。而家大家討論啦，就係呢兩條問題，好冇？陣間10點25分翻嚟 ，OK。我要翻嚟，要俾啲時間俾大家，開始啦，係咪啊？可以翻嚟啦。即坐唔使坐個心翻嚟得噶啦。人喺邊度冇所謂，係啊，你個心冇離開過，係要咁諗嘛 ？OK，我係咪開始錄像啦 ？OK，我先講下Patty 同埋 Joyce 嘅分享，我講完之後俾大家嚇。Patty 話其實最主要係佢覺得今日學到嘅係信心唔係建立喺發生咩事喺我生命當中，信心係對於對神屬性嘅了解。咁Joyce 咧，佢話佢喺病痛嗰時候咧，佢有呼求神啦，求神醫治，減輕佢個痛苦，同埋同時佢係將主權生命嘅主權交俾神啦。神對佢嘅回應就係、是，以前佢做基督徒，佢唔係經常見到呢個 picture。神對佢嘅回應就係見到主耶穌孭釘十字架呢個圖畫，覺得主耶穌被鞭打嗰種痛。何等嘅痛，即係佢一邊禱告一邊見到呢幅圖畫嘅時候 Joyce 仲係痛，但係覺得 compare 唔到主耶穌個痛，所以覺得佢就唔説話，佢就覺得對佢係一種好大嘅安慰嚇。所以但係佢冇質疑過神，但係同耶穌即係求耶穌與佢同在。OK， 你哋呢組有冇分享 ？Terry 嗰組你哋係我哋組員咧就有唔同嘅方法 approach， 可以總括嚟講咧就係我哋有隨時，即係我哋有隨時都可以，即係神喺我哋隨時都 available 同我哋係交談，所以我哋隨時都會神隨時 available。我哋會有組員就係比較有問話嘅時候，反而係更加隨時交談。如果順利嘅時候，可以亦都有組員話成日都覺得有，成日都 OK， 成日都覺得有困惑。就都係有時話，有組員話我哋係對神有呢個信靠，但係都會同神問。究竟仲有幾耐？都會問神仲有幾耐？都有講話係信靠神係用呢啲咁嘅苦難行動去塑造我哋。信靠神係用苦難塑造我哋。好，暫時係咁多，多謝。Dorothy 你哋呢組咧，多謝 Terry 你哋組。你哋有組冇咩分享 ？OK，Lisa 姐有冇補充分享？你哋組？
俾多人哋講，你兩個決定。佢都跟你背住，多人哋講啦，多人。大家都話真係佢用Elisa 講佢個 person 喺4年照顧丈夫嗰個掙扎咁樣，但係佢都擁抱住神，揸緊神，係每一日都係靠神過一個嘅人關。咁其他咧，佢哋都係有佢自己咁，即係將個主權交翻俾神。至於係講得嘅時候，我哋再問下條問題。咁你如果周邊嘅人俾你信心冇咁強嘅，或者俾你或者困境仲困難一啲嘅時候，咁你點樣做一個安慰者同埋一個元神道，讓佢可以與神同行咧？咁樣，咁我哋都係覺得第一咧就係你聆聽啦嚇，你就 not 唔好 judgmental 咧，就話我仲慘過你啦，你用嗰啲真係冇幫助嘅説話，係 not judgmental，唔好判斷，亦都係用一個愛心係即係做一個聆聽者，知道佢可以。就算大啲人唔聽嘅時候，或者好困難講唔到出嚟，佢有一個人可以傾訴，佢聽到出嚟。咁咧仲有佢禱告嘅力量啦，因為佢一定係話，咁我可唔可以為佢？所以好簡單啫。係，如果身邊有其他比你更加困難嘅人，我哋做聆聽者，唔好去比較。邊個就衰過你啦？你咁算咩喎？話好。我哋千祈唔好比較苦難，我哋可以同主耶穌比較。如果只係比較，可以同主耶穌比，同埋不去論斷，係咪？同埋禱告嘅力量。感謝主，你哋嗰組。朱生去推薦伊娃推薦Nicky。Nicky 講。係點就係我哋當我哋禱告嘅時候，我哋要從上咧，我哋要關第三點就係我哋要學習翻先知咁，我哋想無保留將我哋真實俾神。Amen。咁第二題咧，我哋用乜時間都我哋嘅我哋都好贊同多元即係唔好淨係去用一啲表面，因為我哋覺得呢三句説話都唔係唔同。第二句嘅話，你對人唔分啊，如果你根本就冇了解到對方，真係唔掂嘅話，呢句説話就係啦，係。第一其實或者咁多聆聽。感謝神，你第一題嘅答案係即係如何擁抱上帝，融入上帝嘅旨意當中，唔係話上帝融入我嘅旨意啦，同埋我哋與神同行，同神嘅關係，同埋學習哈巴谷書毫無保留同上帝傾訴。哈利路亞，感謝主嚇！我哋做禱告結束今日嘅主日學，感謝主，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你係何等憐憫恩典嘅主，你嘅愛，我哋何時能夠完全參透咧？主啊，真係堅固我哋當中嘅弟兄姊妹，堅固身體有軟弱嘅 Joyce、Jackie、Amy、陳牧師、Cathy、Ivy 等等等等。主，你與佢哋家人同在。主，你係何等嘅憐憫施慈愛，你守約。主，我哋敬重你，我哋讚頌你，直到永遠。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多謝大家。感謝主。好，我哋拜拜，多謝你哋，拜拜。